这月初一开始，住伫咧中照机构的老大人会当煮疫苗咯。不过，就民间团体认为讲，住伫厝内，不过需要别人照顾的中照对象，也是爱带先做，甚至协助照顾的这些看护工也爱做伙来做。1、2、3。 规日品质的挂职看护，伫处理甲妈妈运动复健，这是陈小姐因兜最近的状况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伊嘛唔敢互看护来出国，毕竟病毒攻击的对象无分国籍。现在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啦，就连公园都没有去了，毕竟还没打疫苗。 照劳动部统计，伫台湾的挂职看护目前大约要29万人，分散伫全台各家庭。但是国内目前的疫苗的注射，敢若针对大小的长照机构、居家式社区长照机构的照护员、甲服务对象等等列入第5类，总计是46.7万人，嘛是第一批81万莫德纳疫苗注射的对象，预计7月初1开始。但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认为，政府嘛应该爱甲符合长照资格，也是请挂职看护的被照顾者，也阁有挂职看护，拢列入优先的对象。照顾者会担心染疫后传染给家里面这种比较高风险的被照顾对象。再来，如果他们倒下而不能照顾的时候，其实被照顾者的福祉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照顾又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人，那我们也希望说他早一点去打到。家总指出，参考欧美国家的疫苗的政策，除了一级公认性感年会，嘛会列入特殊的疾病、亲像癌症患者以及高风险的族群，像失智症、中风等等的病人，参因的照顾者，拢是优先的注射名单。劳动部跨国劳动力发展署是表示，应该会了解，争取看卖。记者陈雅文、刘水采访报道。